解除非落梅。你解除非是翻译讲的，表示方位或时间的后来。你贵就本来讲不可以，落梅搁走开。本来说不去，后来又跑去。你解你贵就是讲后来的时间。刷落来呢，梅，会用梅联想错要解咧，青梅、爆梅，最后，你解你贵是要讲青梅起来的爱守门，头梅也是最后的意思。你贵是要讲这园头梅爱感谢大家受命，无酿出歌舞。头梅入面，难怪贵无的人切切。考试头梅入面，批命头梅入面的事物，会用运用做讲咧。大头梅就是殿后，大得到什么名次，加上头梅，大头梅。得到最后的名次就是殿后最后一名。大头梅李贵就个参加马拉松比赛，走的半参叫球棍，所以大头梅。哥哥参加马拉松比赛，跑到一半脚抽筋，所以得到最后一名。头梅这个除非感觉。感觉的意思是认为、觉得。这个例句哦，你解你贵就，提解会用到样哦。非常也细汉时母的事情，感觉真新鲜。回想年幼时期的事情，觉得很有趣。接落来，提你解你贵，我感觉你解面包真好吃。我觉得这个面包很好吃。认为、觉得有很多相似词可以用来替换，比如认为，我认为贵模讲是才书，凶也有认为、觉得的意思。凶，你该出这个字还有很多其他的意思哦，大家可以查一下字典或者词汇本。我们客家人还有一个词“凶共”，也是认为、觉得的意思，不是想说的意思哦。